而家夠鐘又夠人數啦，咁就歡迎各位今日出席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84號報告書第4章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嘅管理舉行嘅首次公開聆訊。今日出席嘅證人呢，分別會有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女士、屋宇署署長何振雄先生同埋佢嘅同事嘅。咁喺開始嘅時候呢，先問各位嘅委員有冇需要利益申報。龍漢標議員。主席，我要申報嘅，我所代表嘅地產及建造界嘅係功能界別裏邊嘅承建商咧有可能曾經係為呢一張嘅報告裏邊所提及嘅相關工程項目嘅。好啊，唔該，龍議員。其他委員有冇？OK， 如果冇嘅話咧，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首先請審計署署長林戰宇教授咧就住今日嘅公開聆訊咧作出簡介。唔該，林教授。多謝主席。首先感謝主席邀請我哋今日嚟到立法會出席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簡短介紹審計署署長第84號報告書第4章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嘅管理。首先喺呢度咧，衷心感謝屋宇署嘅人員喺我哋審計署進行審計工作期間嘅充分合作啦。呢份審計報告咧，主要分為4個部分。報告第一部分咧，介紹咗呢項審計工作嘅背景。喺2017年去到2024年期間，屋宇署錄得445宗嘅樓宇墮窗事故。其中6宗事故咧，共導致1人死亡同埋7個人受傷。政府貫徹預防勝於治療嘅理念，由2012年嘅6月30日起，全面實施咗強制驗窗計劃，賦予屋宇署向樓齡達10年或以上嘅私人樓宇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定業主為佢哋嘅樓宇嘅窗戶委任合資格嘅人士進行定名嘅檢驗，同埋喺有需要嘅時候委任註冊承建商喺合資格人士嘅監督下進行定名嘅修葺。截至2024年嘅12月，屋宇署已經揀選咗13461棟嘅目標樓宇發出法定通知，已經發出咗嘅通知書咧，總共有723,219份。我哋嘅審查發現嘅結果咧，刊登咗喺報告入面嘅第2至到第4部分，分別係第2部分揀選目標樓宇已發出法定通知，第3部分跟進法定通知嘅行動，最後第4部分監察合資格人士以及其他事宜。因應審查時發現嘅事宜呢，審計署向屋宇署提出咗共29項嘅建議，並獲得屋宇署署長同意。喺呢度再次衷心感謝佢哋。多謝主席。好啊，唔該林處長。好，而家有請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女士咧作開場嘅發言。唔該。好，主席，首先我係非常感謝審計署署長同佢嘅團隊呢，就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嘅管理編寫咗呢一份嘅報告。發展局同埋屋宇署呢係同意報告入邊全部嘅建議。署長呢稍後就會同大家交代點樣跟進報告入邊嘅建議。咁但係我希望喺呢一度呢，先從制度同埋政策方面呢作一啲嘅背景説明。首先呢，強制驗窗計劃呢係秉持預防勝於治療嘅理念呢而推行嘅。強制驗窗計劃呢，主要係規定樓齡達10年或以上嘅私人樓宇喺收到驗窗通知之後呢，必須進行驗窗同埋有關嘅修葺工程。但係呢一個呢並不代表所有達到10年樓齡嘅窗戶呢都有風險。我哋成個政策設計以至法例呢係並冇要求署長就所有達到10年樓齡嘅單位呢發驗窗通知嘅。我哋根據政策嘅設計呢，屋宇署係用風險為本嘅原則，喺上述呢法例可以包含嘅樓宇入邊，選取目標樓宇去發出呢一個驗窗通知。
為咗更精準咁樣揀呢啲風險樓宇而發呢一個驗窗通知呢，我哋舊年2月呢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咗屋宇署如何改善樓宇評分制度嘅方案，並且隨即喺舊年呢揀選目標樓宇嘅時候呢，落實咗呢啲改善嘅評分準則嘅。改善嘅措施係包括納入更多嘅三無大廈啦，同埋參考更多數據，包括市區重建局嘅樓宇狀況數據庫等等。成個完善揀選制度呢一個過程呢，我哋相信係要持續進行，按住經驗呢一路去調整嘅。我哋會因應其實審計報告嘅建議，我哋係完全同意嘅。署方係應該就住近年樓宇墮窗事故嘅統計數字呢進行分析，因為呢一個分析呢都有助我哋第日呢更精準咁樣呢去揀選邊一啲樓宇發呢個通知。我哋亦都同意就住嗰啲發咗通知但係又未遵辦嘅個案呢，署方嘅跟進工作呢係有改善嘅空間嘅。面對資源有限同埋其他迫切嘅執法工作，例如大型僭建物同埋斜坡安全等等呢，屋宇署係會考慮精簡流程、善用科技、加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同埋檢控嘅工作。與此同時呢，我哋係需要從法例入手嘅，增加阻嚇力。所以喺呢方面呢，發展局舊年年底呢係公布咗修訂建築物條例嘅建議，希望加快樓宇檢驗同埋修葺，包括提高對於嗰啲唔遵辦強制驗窗通知嘅定額罰款啦，同埋經檢控之後嘅最高罰款。我哋亦都建議引入新嘅罪行，針對嗰啲未有遵辦驗窗通知而樓宇墮窗而導致傷亡或者財物損毀嘅個案。同時針對嗰啲不合作嘅業主妨礙法團為公共地方檢驗同埋修葺窗戶呢，我哋亦都喺我哋嘅法例修訂呢建議提高罰則。咁我哋現在呢正係統整緊過去幾個月收到嘅公眾意見，希望如期係明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嘅。最後呢，我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再次指出呢，保養同埋維修物業係業主嘅基本責任，檢控係一個手段，但係我哋更加希望市民能夠自動守法。我哋亦都需要呢向業主提供適切嘅技術支援。目前呢，個別業主如果佢係驗自己家中或者自己嗰個處所嘅窗戶呢，個遵辦率呢係高達96%嘅，公用部分就低咗啲，係73%。正如審計報告指出，兩者嘅差距呢，好多時係因為冇法團或者管理公司統籌公用部分嘅驗窗工作，又或者業主之間未能就聘請專業人士或者費用分擔呢達成共識。針對呢啲情況呢，發展局大約喺2年之前牽頭同屋宇署、民政事務總署等組成咗協作平台，包括舉行地區講座、解答市民遵辦強制驗窗通知等嘅問題，提供技術支援，亦都協助成立法團。我哋會係繼續呢方面嘅工作。而家呢，主席請容許我請屋宇署署長向委員交代一下跟進報告嘅工作。好啊，請屋宇署署長何振雄先生。主席、各位委員，首先我感謝審計署就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嘅管理進行咗全面嘅審計工作，就揀選目標樓宇、跟進法定通知同埋監察合資格人士3方面提供咗寶貴嘅意見。屋宇署接納審計報告提出嘅建議，並且已經開始實施以及準備實施一系列嘅改善措施，推進強制驗窗計劃嘅工作。當中包括根據過往經驗而優化揀選目標樓宇嘅因素同埋做法，正式納入部門嘅指引。並且會喺下一次嘅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嘅會議中匯報有關嘅安排。屋宇署一直透過改善部門嘅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去配合執法工作。我哋正開發緊一個新嘅電子化嘅個案管理平台，
透過系統喺法定通知期限屆滿嘅時候自動編製警告信，取代現時以人手發信嘅安排，從而提升執法效率。就加強管理同埋監察顧問方面，我哋已經更新咗指引，就表現欠妥嘅顧問發出警告信，安排面見顧問嘅最高管理人員，同埋以及發出表現欠佳嘅報告，去確保顧問按合約規定要求完成工作。就跟進法定通知方面，我哋正提升緊電腦系統，提醒處方嘅人員要按設定嘅時限向業主發出警告信同埋定額罰款通知。如果完成咗檢控之後，業主仍然係冇正面嘅回應，我哋會設定時限再次提出檢控。為咗協助調查墮窗事故，我哋已經制定咗標準嘅程序，包括要求處方嘅人員喺事故現場向業主立案法團或者警方等嘅查詢，尋求協助去揾出事發嘅單位。另外，我哋亦都已經制定咗事故報告嘅標準範本，方便將調查嘅結果上傳到去部門嘅電腦系統，係去備存完整嘅記錄。針對合資格人士未能依時呈交法定文件，我哋已經向合資格人士發出咗通告函件，提醒佢哋要遵從法定嘅期限。如經警告後都冇改善，處方會考慮紀律處分。呢個函件亦都藉住係去推廣使用電子表格去呈交文件。處方喺抽查合資格人士呈交嘅強制驗窗文件同埋實地核查嘅個案係達到目標嘅數目嘅，但係有時會因為業主未能夠配合而用咗較長嘅時間去完成核查工作。除咗加強宣傳同教育，我哋已經修訂咗向業主發出嘅邀請函件，去鼓勵業主配合我哋嘅實地視察同埋核查。喺2017年、2019年同埋2024年，墮窗嘅個案分別係90、78同埋43宗。雖然數字係有下降嘅趨勢，我哋同意分析有關嘅數字係有助日後揀選目標樓宇進行強制驗窗。目前分析嘅工作已經積極進行，預計喺6月完成，以便我哋喺第3季去向選取樓宇嘅委員會匯報分析嘅結果。就審計報告提出嘅各項建議，相關嘅改善措施預期喺今年嘅年底會一一落實執行。發言完畢，多謝主席。好，唔該劉處長。佢而家就開始向證人提問嘅時間。咁我哋就將會合併喺第一節同埋第二節一齊去討論，咁啊可能會完整啲。咁所以就首先就請本章節嘅主責委員龍漢標議員佢去首先提問啦。咁啊就20分鐘。其他委員一陣嘅提問就15分鐘，咁呢個時間交俾龍漢標議員。好啊，多謝主席。主席係啊，第一同埋第二章係一齊去提問係比較係合適啲嘅。咁而係即係第一章嗰個報告就係關於係呢個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嘅管理咧，所以我首先會係即係就報告嘅背景以及係關於強制驗窗計劃嘅人手同埋開支呢啲基本資料就提問嘅，咁然後咧先至再跟進係即係審查結果同埋細節啦。咁第一條問題咧，我其實係想問下審計署署長嘅，喺報告嘅係1.9段同埋注7嗰度咧，就提到係屋宇署強制驗樓部轄下嗰2個強制驗樓組咧，就同時係負責推行強制驗樓計劃同埋強制驗窗計劃。咁我留意到報告嘅第一頁嗰個注2嗰度就提到咧，審計署曾經喺2020年就強制驗樓計劃就完成咗審查，結果就係在於2020年10月。審計署署長第75號報告書嘅第9章，咁我想請問審計署署長呢，即係點解係即係相隔短短5年，又會選擇同一個政府部門裏邊嘅同一個組別進行審查呢？係咪有啲乜嘢特別嘅考慮嘅因素呢？林處長。
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呢個提問嘅。因為想當年我哋係根據兩個唔同嘅法例嘅地方嚟到做一個審查。首先當年做嗰個咧係驗樓嘅，今日做嗰個係驗窗。咁而驗樓同驗窗咧，基本上仲有個好唔同嘅。第一，法例生效時間唔同啦；第二咧就係個樓齡揀選都唔同嘅。咁所以上次做咗驗樓啦，咁今次就差唔多時間同埋實施咗嘅時間都差唔多，我哋就做驗窗。係，龍議員。咁我想跟進嘅就係即係喺上一次即係嗰個係75號報告書同埋今次嘅係呢個報告書裏邊，係審計署有冇發覺一啲係即係類似嘅係即係嗰個嘅係趨勢啊？嗰個 pattern 係咪相似嘅咧？林處長，多謝主席。其實如龍議員，其實你都有留意嘅。其實類似嘅審查結果咧，好多時你會發覺到都有唔想講都講嘅，就係大同小異嘅問題。譬如話出法定通知書，可能係跟進嘅情況有問題啊咁樣。咁呢啲嘢咧其實都大同小異，係相近。咁但係咧就上一次嗰個審計之後咧，其實屋宇署已經改善咗㗎啦。咁其實所有嘢都應該係清晒㗎啦。咁啊，今次就頭先屋宇署都有講過話，今年年底會一一落實。咁啊，我哋審計署都會積極跟進。咁啊，適當嘅時候仲會匯報翻俾委員會個結果嘅。龍議員，好啊，多謝處長。咁我跟住個問題就係想問係屋宇署署長嘅，就係即係要衡工量值咧，就首先要清楚工作範圍同埋人手分工啦。即係據我理解咧，喺屋宇署嘅組織架構裏邊咧，對於現有樓宇嘅規管工作係按地區去組織分工嘅。咁報告嘅第 1.9 段同埋附錄 A 呢，就並未提及呢兩個強制驗樓組係點樣分工。咁我想請問處長呢，就係呢兩個強制驗樓組係咪都係按地區去分工嘅呢？若果係嘅話，係即係嗰個係嗰個劃分係大概係點樣嘅情況嘅呢？劉處長。大致嘅工作咧都係按地區分工，咁咧就九龍區啊，即係18區咁樣去睇啦。但係每一個組別咧，可能唔會話即係得一個區咁樣，因為18區咧畢竟係即係都好多區嘅。咁但係我哋會分咗唔同嘅組別，香港、九龍、新界有個別嘅組別去處理相關嘅強制驗窗同埋驗樓嘅工作咁樣嚇。好，唔該何處長。好，龍議員。好啊，主席，我想跟進嘅就係即係嗰個係你分工嘅時候咧，有冇考慮到即係個區裏邊係即係如果係驗樓咧，就即係30年啦，即係裏邊嗰個係即係30年樓齡以上嘅係樓宇嗰個係分佈係點樣，從而咧係去係即係將呢啲係呢啲地區去即係分俾呢兩個嘅係呢兩個組別咧。何處長。簡單講係會嘅嚇，係會嘅，因為確實咧，即係唔同地區有唔同嘅如果強制驗窗咧，就係10年樓齡嘅樓咧嚇；強制驗樓就係30年樓齡以上嘅樓咧。咁唔同地區係有唔同嘅數量呢啲樓嘅嚇。咁所以喺分區同埋編配人手咧，我哋都係相應咁樣去就翻咧嚇。咁所以有啲區會多啲人，有啲區會少啲人咁樣嚇。龍議員。好啊。咁就另外關於係即係開支方面咧，喺報告嘅 1.9 段就提到啦，兩個強制驗樓組喺2023-24年度所涉及嘅經常性開支嘅總額咧，就大概係2.31億元，但係就未能夠單就強制驗窗計劃提供分項開支。咁報告嘅 2.16 段至到 2.17 段亦都提到啦，屋宇署就若干行政工作就外判咗俾顧問。注12同埋注13亦都提到咧，顧問合約嘅總金額咧，分別就係790萬
同埋1810萬。咁我想請問屋宇署署長咧，呢啲顧問合約嘅費用係咪已經包括咗喺經常性開支之內嘅咧？係，唔該何處長。好啊。如果講2.3億咧，就主要係嗰個人手同埋部門開支嚇。咁嗰個委聘外判顧問咧，我哋亦都係會分開處理嘅，都一半個報數就嚇咁樣。即係不包括在內啊，唔包喺2.3億裏邊係咪？係，陸議員。咁若果係即係呢啲嘅係即係顧問費係唔包喺嗰個嘅經常性開支裏邊咧，我想問一問，即係除咗係呢啲顧問費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開支係同強制驗窗有關，而冇包喺嗰個經常性開支裏邊嘅咧？即係我想知道，即係總數關於係即係整個係即係強制驗窗係嗰個係開支係幾多咧？何處長。應該就冇噶啦。即係除咗呢兩個嘅顧問費之外，就冇其他嘅費用啦，額外費用。整體嚟講，應該係人手啦、部門啦同埋顧問開支整體。好，陸議員。咁即係總結，即係話人手同埋部門嘅開支咧，就喺經常性開支嗰度啦。咁再加上啦嚇，即係呢兩個即係顧問費嘅數字咧，就係即係整體嘅係驗窗同埋驗樓嘅開支，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何處長。我相信大概係咁樣理解嘅。係，陸議員。多謝主席。咁我而家係去到係第二部分。好啊。就係關於係即係揀選目標樓宇以及發出法定通知嗰部分啦。咁喺報告嘅2.2段注8嗰度就提到啦，當局成立咗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就強制驗窗計劃嘅樓宇揀選準則以及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嘅事宜，向屋宇署提供意見。我留意到咧喺第2.7段就提到啦，屋宇署編製樓宇提名嘅名單咧，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咁我想請問屋宇署署長咧，即係究竟呢個選取目標樓宇委員會實際上係一個係即係諮詢嘅係性質嘅委員會，抑或佢係即係有呢個係即係審批權嘅咧？即係佢係純粹係一個 advisory， 抑或係即係佢其實係經過佢審批，你哋然後先至可以係去發嗰啲通知書嘅。好，何處長。何處長。本身呢個委員會咧就係advisory， 即係諮詢性嘅嚇咁樣。但係咧，我哋所有嘅選擇揀樓嘅時候咧，都會攞到去呢個委員會咧，係希望佢咧同意咁樣嚇。咁我哋有咩大嘅議題咧，都會去徵詢佢意見啦咁樣嚇。係，陸議員。咁我相信即係呢個委員會嗰個嘅係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啊，係即係會係即係包括埋佢係嗰個審批嘅係權力同埋程序嘅，係咪啊？何處長。或者呢個細節，主席，我可唔可以請副處長回答？好啊，請吳佩儀副處長。係其實就住開嗰個委員會咧，基本上咧，我哋其實會俾晒嗰啲揀選名單啦。其實喺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咧，係真係冇話叫佢要審批嘅，即係唔係要佢 approve 嘅。但係我哋會徵詢佢意見。咁因而我哋其實就會上嗰個會嘅時候咧，就會將所有嘢羅列晒，啲原因嗰啲都會報告晒俾佢哋聽，跟住佢哋就一般即係通過咁樣咯。但係其實喺嗰個委員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咧，係真係冇寫到佢其實係需要審批。係，陸議員。主席，我會建議係若果佢係有呢個審批嗰個嘅係職能嘅時候咧，係將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可以係去係更新啦嚇，即係包括埋個職能落去，我諗會係即係合適啲啦。呢個係我嘅建議嚟嘅啫。好，何處長。我哋翻去考慮。好啊，係繼續陸議員。咁另外我都想
了解一下咧，呢一個委員會係咪即係定期係即係有一個定期去開會嘅，抑或係即係 ad hoc 嘅，係你哋係即係有呢個需要有呢個嘅係要佢審批嘅時候先正係會係即係召開呢個會議嘅咧？何處長。請主席，我容許我請副處長。好啊，吳副處長。其實咧，我哋係每一年開一次嘅，基本上，即係除非有特別需要再 call 會。如果唔係咧，因為其實我哋本身係每年有一個目標出幾多樓宇噶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事先準備。其實係喺個會度已經揀選咗，跟住經佢哋同意之後咧，咁我哋先出嗰啲通知。所以其實咧，我哋係一年開一次會議嘅。係陸議員。咁根據你哋嗰個經驗咧，就係即係一年開一次會議都已經係足夠㗎啦，係咪啊？副處長。好，所以咧，其實你睇到個報告入邊顯示咧，我哋個揀樓機制咧，其實分咗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源於就係一年開一次咧，就係其實用嗰個 A 嗰個機制咧去揀選樓宇。但係其實另外一個機制咧就係有跌窗啊，或者有啲窗失修嘅情況。咁嗰個機制咧，其實我哋就係半年會去將所有啲跌窗個案攞出嚟。因而咧，我哋咧就會考慮出通知，所以先至有兩個機制。因為我哋就係唔想等到一年先一次，咁而跌窗嗰啲個案，我哋又等一年先做咧，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個安排。因而有兩個機制去幫我哋揀選出呢個強制驗窗嘅通知。好，陸議員。我想再了解清楚咧，即係當你講話喺第二個機制嘅時候咧，當你揀選咗嗰啲樓宇出嚟嘅時候，係咪都係仲需要係即係交俾呢個委員會去審批嘅？副處長。係其實咧嗰個咧就會係不嬲咧喺選取委員會嗰度咧，其實一路咧個過程都係，如果你啱啱一般我哋其實係7月份暑假嘅時候開嗰個會嘅，咁嗰個會咧其實就會將無論係第一個機制或者第二個機制咧，嗰個 list 都會俾佢。咁但係橫跨一年，中間都會有跌窗個案噶嘛。咁喺早嗰半年咧，如果有跌窗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出咗通知，但係會喺個會度匯報翻俾佢聽。正正就係咁咧，其實成個機制之下咧，我哋就話其實唔係叫佢要審批，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匯報俾佢聽，亦都即係等佢知悉同意咁樣嘅啫。係陸議員。OK， 我主席，我係即係有啲係有啲 confused 啦。咁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你哋嗰個嘅係工作嘅流程咧，我係即係因應你哋因應嗰個係即係需要係去做啦，我係冇意見嘅。咁但係即係嗰個係即係委員會所做嘅嘢，佢係即係究竟係即係審批，抑或係去係俾意見啦，係諮詢啦。咁我希望喺嗰個 terms of 日後啊，你嘅 terms of reference 裏邊係可以即係比較清晰啲，從而嗰啲委員都知道佢自己嗰個責任係點樣。好，何處長。我哋會一一考慮。好，陸議員。好，跟住咧，我就想問問咧，就喺揀選目標樓宇方面啦，正話副處長都提到啦。咁其實係喺報告嘅2.3段咧，就提到揀選機制 A 咧，就有一個係樓宇評分制度嘅，就分開係即係5個準則嘅，就係樓齡、樓宇狀況、樓宇管理、關鍵建築構件同埋樓宇集群，即係呢5個準則。咁就賦予係即係唔同嘅比重。咁而現時嘅樓宇評分制度咧，就曾經喺2024年2月就修訂過。咁我想請問屋宇署署長咧，現時嘅樓宇評分制度中各項準則所佔嘅比重分別係幾多咧？即係正話嗰5項裏邊，你哋嗰個 weighting 係點樣擺法嘅？處長定係副處長答？而家有冇資料喺度？好啊，何處長。好啊，我哋主要係分咗4個類別啦，嚇。第一個類別咧就係考慮嘅因素咧就係樓齡嚇。
第二咧就係個樓宇狀況，咁第三咧就係樓宇管理，第四咧就係佢是否有一啲我哋認為咧係比較高風險嘅樓宇構件嚇，譬如一啲懸臂式嘅樓板喺外牆咁樣嚇嘅露台啊，或者係簷篷咁樣嚇。咁唔同嘅樓齡咧，佢有唔同嘅分數。咁最高咧樓齡咧可以攞到10分嘅嚇。咁喺樓宇狀況方面咧，佢最高樓宇狀況我哋考慮當然係會㗎。喂，佢會唔會外牆係有欠妥啦？會唔會有收過一啲緊急報告啊？或者係本身有命令啊咁樣。咁樓宇狀況而言咧，佢最高可以攞到70分嘅。咁樓宇管理上咧，我哋主要考慮咧就會唔會係佢冇管理啦，冇法團啦，冇管理公司啦，或者一啲居民組織嘅嚇。咁呢個因素咧最高可以係10分嘅。咁另外咧，剩翻咧就係佢有冇一啲我哋頭先講嘅高風險嘅建築構件。咁呢個構件考慮咧就係亦都係10分嘅嚇。好似整體咧就係100分咁。係，陸議員。好多謝主席。咁所以就係即係根據呢一個嘅係比重啦，你哋就係即係作出咗嗰個嘅係樓宇嘅係分數啦。即係換一句説話嚟講咧，即係分數係越高嘅話咧，嗰啲就即係需要係即係去做呢個強制性嘅係即係驗窗嗰個需要就係大啲啦，係嘛？何處長。係嘅。我哋個考慮咧就將每一年都攞嗰啲樓去評分嚇，跟住咧越高分咧就自不然係排次上會越高嚇。咁正如審計報告亦都提出咗，咁我哋裏邊評分高分嘅自不然會排先啲，有機會選取多啲啦咁樣，即係個機會大啲。咁但係另外我哋都有個因素嘅，就係若然以前都已經係選過嘅嚇，咁咧我哋咧就會諗咧喺排分上咧，我哋就會想。一啲未選過咧，會可以褪翻上嚟，咁樣會俾多啲機會咧，就係話，因為佢都未做過任何強制驗窗啦，咁所以咧嗰個可能就優先啦。咁換句話講咧，已經曾經有發出過強制驗窗令嘅咧，就會比較係低排次啲啦。雖然佢可能高分都唔頂嘅，但係因為佢先前已經有過呢個強制驗窗嘅參加過啦，咁樣啦。係，陸議員。明白。咁樣嗰個係至於樓宇集群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當係有一個集群，有一個 cluster of buildings， 而當中係有一座嘅係樓宇係俾你哋評分係即係高嘅，咁整個集群咧都會係即係包括在內咧，一齊係去係發呢個嘅係驗窗令，係咪咁樣嘅理解啊？何處長。一般嚟講咧，我哋講話集群咧都好有可能係同一個屋苑嘅，咁所以呢個同一個屋苑嘅考慮咧，就係如果佢有一棟係高分嘅咧，佢好可能咧其實其他樓宇都高分嘅，咁但係我哋考慮樓宇集群咧個意思就係咁啦，即係佢通常嚟講一個屋苑咧，我哋就會一次過咧去選取佢啊咁樣。係，陸議員。明白，但係就係即係我嘅意見啫，即係你若果係一個係即係集群裏邊咧，未必係即係每一棟樓宇嗰個風險都係一樣嘅，係嘛？即係就算係同一個屋苑、同一個管理咧，都係因為先前嗰4個嘅係因素咧係影響到嘅，所以係即係若果你係即係一次過係即係整個屋苑都係發呢個係即係強制驗窗令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喺嗰個係即係資源方面，同埋係你哋係一直講緊嗰個風險為本嗰個嘅係理念啦嚇，係會係即係有所係即係碰撞啦？就係呢個係即係純粹一個意見嘅啫。何處長，阿凌局長。主席，多謝議員俾呢個意見俾處方。其實主要點解有樓宇集群呢個考慮？除咗頭先處長話，如果去一個屋苑一等係高分，另外即使唔係咁高分，可能相距不遠啦咁。但其實另一個重要考慮呢，就係呢個屋苑可能有一啲公用嘅地方，公用嘅地方有窗。
咁如果公用嘅地方，你淨係叫一等樓去處理呢，佢比較難。你將係成個屋苑嗰個嘅法團呢，合力去處理。不過議員係提得好好嘅呢個，如果呢個集群入邊，我假設佢嗰啲窗唔係屬於一個公用地方嘅，可能都係你揀咗嗰等樓先至有嘅啫。我覺得就真係未必需要係佢成，因為係咁呢，而將個資源擺咗喺其他嗰個屋苑嘅其他樓嗰度。既然我哋咁強調風險為本啊嘛，咁呢一個意見我自己覺得好值得處方係翻去考慮嘅。如果第日集群入邊其實所謂公用地方嘅窗唔係咁分散喺咁多個屋苑嘅，其實都可以集中一啲去處理咯。而家呢，就係時間就去到10:36，咁啊大約我哋呢個會其實就10:45完嘅，仲有9分鐘。咁龍議員你想用埋呢9分鐘去啊，定係喺下一次開會嘅時候即係連貫性一次講呢？主席，我相信9分鐘夠嘅啦。9分鐘夠 ，OK 好，龍議員。好啊，多謝主席。主席，因為我聽咗係即係正話啲係其他委員嘅發問啦，我由5條題目咧就減到3條嘅，咁所以9分鐘應該夠嘅。咁咧就係剛才我聽處長講咧，係嗰啲顧問啦就係即係我哋仲需要啦係去處方仲需要提升嗰個嘅系統啦，去管理去監察嗰啲顧問啦，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即係本末倒置啦，因為我哋係即係睇翻係即係報告裏邊即係嗰個係顧問費即係大概有4個顧問大概係900萬一年到啦，係咪佢1800萬24個月？咁呢啲顧問就係為咗係即係幫處方去做嘢噶嘛，咁佢哋做得唔好，你而家仲要提升個系統咧去監察佢，點解你唔會去考慮即係我哋提升一個系統咧，係將呢啲原本交俾顧問做嘅嘢，可以係由呢一個嘅係電腦系統度係即係做出嚟啦。譬如好似係即係你發呢啲咁樣嘅係呢啲嘅通知信咁當然你最後你要去到係去嗰個係 premises 嗰度去係去登嗰啲信出嚟啦，係需要人手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啦有好多嘢咧，依家你可以係用嗰個係提升嘅系統啦去做咗佢㗎啦。我想聽聽即係處方對呢個嘅係睇法係有啲咩嘅意見呢？好啊，處方答之前嘅話咧，嗱我想延長少少會議，等龍岸標議員咧問晒佢所有問題，我哋今日先至喺第一節嘅話咧完，好嘛？咁有請何處長。好啊，提升系統都主要係幫同事嘅，咁讓同事咧能夠更有效咁樣監管到嗰個顧問嘅表現，同埋佢交功課嗰啲時間啊咁樣。咁所以咧主要唔係話真係去幫顧問，係幫同事去好準確咁樣監察到顧問嘅表現，同埋咧就適時咧去做呢個糾正嘅措施咁樣。咁至於話用電腦化咧，其實我哋就係諗緊嘅。譬如話我哋諗緊咧就係電腦化，或者已經係提升緊自己嘅電腦系統咧，就係電腦化去出一啲警告信俾業主。咁咧就以前係人手做嘅，咁未來咧就電腦化出啦。咁我哋就可以慳啲資源啦，亦同埋減省即係加快嗰個執法效率咁樣。係，龍議員。我嘅意見就即係再行多一步啦，即係可以係即係減省咗係要係聘請顧問去做呢一類嘅工作。當然我唔係反對顧問，但係即係顧問應該所做嘅工作係喺今日嘅係即係電腦化、智能化嘅環境裏邊咧，係可以係即係取代嘅呢一類嘅工作。反為你而家仲要係去係監察翻佢係做得好唔好，咁我俾呢個意見嘅啫。好啊，係何處長，多謝意見，我哋會考慮。好，係。咁第二個問題咧，主席咧就係即係據我理解咧，當我哋初出係推出呢個係即係強制驗窗計劃嘅時候咧，屋宇署咧就係發出俾呢啲係法定通知之前大概2個月咧，就先會係向目標樓宇嘅法團或者業主咧，就發出一個係
叫做預先知會嘅函件嘅。咁我留意到啦喺報告嘅2.16段啦，而家呢啲外判顧問工作裏邊咧就冇提到係再發出呢啲預先通知嘅函件嘅。咁我想即係了解一下現時嗰個係即係最新嗰個係即係工序有冇呢啲預先通知函件發出嘅咧？何處長。我哋最新做法咧就省咗呢一步嚇，唔再出，直接咧就出驗樓通知咁樣。龍議員。我想問個原因係咩嘢咧？何處長。原因咧主要係，既然咧嗰棟樓咧都係會最終咧會要出強制驗窗通知嘅，咁所以咧呢一步咧我哋就覺得咧喺出驗窗通知嘅時候，同時即係佢都會知啦，始終。咁亦都選咗之後咧，本身呢件事咧應該唔會變嘅。咁所以我哋都係用一次通知咧，都係可以嘅。我哋覺得嚇。龍議員。好啊，呢個答案我接受㗎。咁最後一條問題啦，主席。咁我留意到啦就係報告嘅第2.23段啦，就係講話係有關即係推廣自驗驗窗嘅計劃嘅。咁亦都係即係話屋宇署咧近年已經加強咗係即係公眾教育同埋宣傳，就俾市民知道係即係定期係檢驗同埋保養嗰個窗戶嘅重要性。咁而係2.24段啦，審計署就發現啦，就係即係呢個自願驗窗嘅參與度咧就偏低嘅。咁我自己都上過去即係屋宇署嗰個網站度啦就係去搜尋啦咁我就發現唔到啦，我唔知係咪我自己即係唔係好睇通透啦，就揾唔到有關係即係自願驗窗嘅資料啊。咁我想即係知道即係屋宇署有冇啲乜嘢即係具體嘅措施去即係推廣市民去採取一個自願驗窗嘅係方向咧？何處長。如果講嗰個自願評審嗰個計劃咧，咁我哋喺網頁咧係有介紹嘅。咁可能做得唔夠即係明顯，可能我哋要再加強翻嗰個版面咧，讓大家都容易揾到。咁至於話鼓勵業主經常去做好嘅樓宇檢驗啊、樓宇維修啊呢啲，同埋驗窗咧，我哋不嬲都有透過咧唔同嘅媒體啦，去講呢個介紹即係驗窗嘅咁樣。咁我哋呢個功夫咧，我明白係要加強嘅。咁我哋會繼續做。咁頭先講嘅話改善我哋嘅網頁咧，我哋都會做嘅。係龍議員。主席，我哋即係一路即係都係講緊話係即係風險為本，即係預防係即係勝於治療。咁所以若果係即係市民業主明白到佢自己嗰個責任對於嗰個係即係屋宇嘅維修、窗戶嘅係即係正確嘅使用係即係重要嘅。咁即係當然我都留意到係即係其實係我喺業界裏邊都有睇到屋宇署係喺呢方面係有啲宣傳嘅。咁但係即係嗰個參與度咧，始終都唔係好高。我只係即係自願啊。咁剛才亦都有同事問過，即係自願參與咗之後，有啲咧都仲係會係有即係繼續出現墮窗嘅情況嘅。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係即係喺政策方面嚟講咧，除咗係做強制之外咧，我哋係即係能夠係即係鼓勵業主咧係做多一步自己去自願去做嘅啦。咁係即係會係即係相得益彰啦。咁我個問題咧就其實咧就係即係喺鼓勵方面，即係當然我哋唔可以即係淨係話係依靠嗰個業主本身嗰個即係公民責任，佢係即係需要做啦。咁會唔會係即係局方或者處方會考慮即係係有一啲嘅係有啲嘅 incentive 啦，即係有啲嘅係優惠俾佢，即係若果佢係即係自願去做嘅時候咧，就係會係即係得到一啲乜嘢嘅好處，即係話係即係兩方面去做啦即係 mandatory 強制嘅，就係一個
一個限制性嘅，但係有啲嘢你要係自願嘅，你都若果能夠係加啲鼓勵嘅，咁佢會係即係更加係可以係容易啲去做到呢個自願嘅成效咧。蔣麗局長。主席，如果係講係金錢上嘅資助，作為一個協助又好、鼓勵又好咧，其實而家我哋係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咧，都係市建局幫我哋執行緊嘅。舉個例，其中一個咧，我哋集中係幫啲老人家或者係一啲有經濟需要嘅人士咧。如果係佢自己嘅單位，佢想驗窗咧，佢隨時係可以申請呢一個嘅資助計劃。咁其實亦都有一啲計劃咧係貸款嘅，不過好老實講，驗窗就未必需要用到貸款，因為驗窗唔係一個好貴嘅工作啦。咁所以金錢資助咧，我哋今天咧係有嘅，亦都希望幫到一啲有需要嘅業主啦。但係我哋就唔希望走嗰條路係，既然我哋話業主你自己有責任嘅，你總係要政府俾資助你先至去做咧，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反而我哋睇到咧，有陣時錢唔係最重要，業主係需要支援。所以我哋近呢一年呢，其實同市建局合作呢，就希望喺支援嗰度呢係多啲俾業主嘅，包括我哋有地區講座啦，同埋有啲個案呢，就真係會教埋個業主點樣去做揾一個承建商入場啊，幫佢驗窗啊，即係比較係拖住佢隻手做嘅。好，龍議員。主席，我諗緊嘅即係唔係金錢上嘅資助，我嗰個鼓勵咧就係即係舉個例嘅啫嚇，即係譬如係若果係有一個係屋苑，佢整個屋苑啦嚇都係去係即係做呢個係自願性嘅驗窗嘅，咁做完咗之後咧，屋宇署可以考慮咧，即係頒發一個即係獎狀俾佢，係咪？即係一個係好有公民責任嘅屋苑啊！即係幾多星咁樣俾佢嗰個喺佢個管理處嗰度係即係掛出嚟咁。咁嘅呢啲都係一種嘅鼓勵啦。就其實係即係推動嗰個係即係業主佢即係自己覺得佢係有呢一種嘅公民責任，而佢係負咗呢個責任嘅時候，有個係即係正式嘅係recognition， 咁我覺得係即係都無可厚非嘅。係局長。好啊，主席，如果呢一類唔係金錢上嘅鼓勵，我哋絕對係好樂意同處方咧去安排呢一啲嘅計劃嘅。好，龍議員。主席，我呢一節問晒啦。OK，好。